林老過唔到關，一生清白，硬朗一世嘅金牌硬漢，晚年竟然要面對自己個親生大仔同大辛苦設下嘅無間道式精神折磨。做老豆嘅每個月定時定候送錢上門，換返嚟嘅唔係一句多謝，而係大辛苦將親生骨肉當成談判人質，指住長輩嚟恐嚇，甚至喺屋苑入面掀起一場神憎鬼厭嘅倫理風暴。呢個唔係八點檔嘅虛構劇本，而係香港資深藝人李家鼎，亦即係大家熟悉嘅鼎爺，正喺度默默承受緊嘅晚年最大噩夢。大辛苦手持3把刀，一刀切斷骨肉親情，一刀劈碎倫理和睦，最後一刀直指老人家嘅心臟。究竟呢場家庭倫理鬧劇點樣一步步將一個名門家庭推向全線崩盤嘅深淵？講起鼎爺李家鼎，喺香港演藝圈絕對係德高望重。佢老人家一生勤勤懇懇，作風硬朗，無論係拍戲定係主持煮食節目，都係出咗名嘅雷厲風行，講信用，重情義。但係萬萬無諗到，呢位喺銀幕前威風八面嘅鐵漢，回到屋企面對自己嘅長子李永漢以及大辛苦嚴佩玉，竟然會顯得咁無助與落寞。大辛苦嚴佩玉英文名叫做 Corny， 但喺鼎爺同埋熟悉內情嘅人口中，佢有一個極其貼切而令人不寒而慄嘅綽號，人毛3尺高，土女3把刀。呢位3把刀大辛苦，因為同李永漢嘅婚姻以及與李家長輩、周邊鄰居嘅無盡矛盾，一次又一次將呢個家庭推上輿論嘅風口浪尖。呢場風波嘅核心，要由李永漢夫婦嘅住所咸碧別墅以及佢哋所到之處引發嘅倫理投訴講起。古人話遠親不如近鄰，鄰里之間和睦相處，本來係安居樂業嘅基本條件。但李永漢夫婦卻反其道而行，佢哋唔單止同自己嘅至親反目，連朝夕相處嘅鄰居都徹底得罪，最終引發屋苑業主集體投訴，甚至要報警求助。事情嘅起因要追溯到大約2年前，當時李永漢一家因為祖屋咸碧別墅需要進行大規模裝修，於是暫時搬到筆架山道碧華閣暫住。正正係呢次暫住，為佢哋與新鄰居之間嘅矛盾埋下咗炸彈。而佢哋呢位新鄰居背景絕對唔簡單，正係前康宏環球董事局主席黃利文。黃利文作為商界有頭有面嘅人物，平時作風低調，十分注重鄰里關係。但自從李永漢一家搬入嚟之後，佢原本平靜嘅生活就被徹底打亂。黃利文曾經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發文，十分隱晦咁吐槽咗呢位新搬嚟嘅鄰居，自旅行間充滿咗無奈與困擾。佢喺文中提到，2年前夾逼搬入一戶人家，起初佢作為鄰居，仲好主動咁上前打招呼，想要建立良好嘅鄰里互動。點知對方極其冷漠，無論佢點樣熱情問候，點樣點頭微笑，對方都好似當佢係透明人一樣，完全冇任何回應。呢種極度無視嘅態度，雖然令黃利文心裏有啲唔舒服，但佢當時亦都無過多計較，總覺得每個人性格唔同，可能對方只係內向，唔叻同人溝通。但係接踵而來嘅事情，就完全超出咗正常人可以容忍嘅底線。黃利文發現呢戶新鄰居竟然私自喺自己單位嘅大門外，以及屋苑後樓梯嘅防煙門前，一口氣安裝咗多個閉路電視鏡頭。要知道，碧華閣作為九龍區嘅傳統豪宅，業主對個人私隱嘅保護向來要求極高。而呢啲私自安裝嘅閉路電視鏡頭，唔單止24小時對住黃利文屋企嘅大門口，仲完全覆蓋咗後樓梯呢個公共區域，嚴重侵犯咗其他業主嘅私隱權。呢啲鏡頭不分晝夜咁運行，令到路過嘅鄰居都感到被監視，心理壓力極大，出入都覺得渾身不自在。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呢戶鄰居仲將屋苑嘅後樓梯當成自己嘅私人垃圾缸，堆積咗大量嘅生活垃圾同廢棄物品。後樓梯係公共通道，更係火警發生時唯一嘅緊急逃生通道。法例規定必須保持暢通無阻、乾淨整潔。但李永漢一家隨意堆放嘅垃圾，唔單止散發出陣陣惡臭，嚴重影響衛生。更重要嘅係造成咗極大嘅消防安全隱患。
萬一發生火警，呢啲雜物就會成為阻礙逃生嘅致命障礙，直接威脅到成棟大廈業主嘅生命安全。雖然黃利文喺社交平台上無直接點名道姓，但係結合時間線、地點以及具體行為，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佢所指嘅怪鄰居，正正就係2年前因為組屋裝修而暫居碧華閣嘅李永漢夫婦。黃利文作為商界高層，向來顧全大局，如果唔係被騷擾到忍無可忍，絕對唔會輕易將家長里短嘅事擺上公眾平台。而碧華閣嘅遭遇，其實只係李永漢夫婦鄰里糾紛嘅冰山一角。比起黃利文，一直同李永漢一家同住喺咸碧別墅嘅長期鄰居，日子過得更加苦不堪言。咸碧別墅作為李永漢嘅祖屋，係鼎爺同思明當年留落嚟嘅珍貴房產。當別墅裝修完畢，李永漢一家搬返去居住之後，鄰居本來以為佢哋會有所收斂，點知佢哋嘅行為反而變本加厲。有咸碧別墅嘅鄰居實在忍無可忍，主動聯絡傳媒傾訴，揭開咗呢對夫婦私底下令人震驚嘅真面目。喺大眾面前，李永漢經常刻意營造自己係孝子嘅形象，喺媒體鏡頭前大談自己幾咁尊重、幾咁孝順父親鼎爺，試圖打造父慈子孝嘅溫馨畫面。但根據鄰居嘅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佢喺私底下嘅所作所為，同孝順2個字根本完全扯唔上關係。鄰居透露，佢哋經常見到年事已高嘅鼎爺，風塵僕僕咁親自拿住現金家用或者大包小包嘅生活用品，送去咸碧別墅俾大仔一家。做老豆嘅做到呢個份上，可以話係仁至義盡。但令人寒心嘅係，李永漢夫婦非但無感恩之心，反而經常喺屋入面對鼎爺惡語相向。有鄰居甚至清楚聽到別墅裏面傳出激烈嘅爭吵聲，其中有人大聲叫囂，言辭粗暴，甚至發出嚴重嘅人身威脅，話要對老豆不利。喺呢間屋入面，佢哋口中嘅老豆，除咗鼎爺仲可以係邊個？鄰居們聽到之後都感到極度震驚與憤怒。鼎爺一世英名，辛苦將個仔撫養成人，到咗晚年竟然要承受親生骨肉咁樣嘅精神虐待同言語侮辱，實在令人痛心。而呢一切家庭悲劇嘅幕後推手，直指大新婦3把刀嚴佩玉。據知情人士透露，嚴佩玉性格極度強勢、橫蠻霸道，喺屋企具有絕對嘅控制權。李永漢性格懦弱懶散，基本上對佢言聽計從。而3把刀同鼎爺之間嘅婆媳、翁媳矛盾，核心就在於對孫仔嘅探望權。鼎爺極其痛愛大仔生嘅呢個親孫仔，老人家到咗呢個年紀，最想見到嘅莫過於兒孫繞膝。但3把刀卻將呢個親生仔當成自己手中最強大嘅籌碼同談判人質。佢利用老人家痛愛孫仔嘅心理，經常設下種種限制，用各種藉口拒絕讓鼎爺見孫仔。每次只要李家長輩喺物質上或者金錢上未能完全滿足佢嘅要求，佢就會立刻揮動呢把親情之刀，向鼎爺施加精神壓力。鄰居就曾經親耳聽到3把刀喺吵架時用極其強硬嘅語氣威脅鼎爺，話如果唔答應佢嘅條件，以後就休想再見到個孫一面。呢種完全失去家庭倫理、毫無長幼尊卑嘅行為，簡直令人髮指。3把刀唔單止喺字面上一刀切斷祖孫情，仲經常喺李永漢耳邊吹枕邊風，不斷挑撥李永漢同鼎爺以及同細佬李永豪之間嘅骨肉關係。佢用盡方法令李永漢對自己嘅親生父親產生極大嘅誤解與怨恨，誘導李永漢認為長輩偏心，家族對佢不公。久而久之，李永漢徹底被洗腦，同鼎爺嘅關係走向決裂。鄰居無數次見到鼎爺每次送物資去咸碧別墅嘅時候，臉上都寫滿咗無奈與疲態。有時候呢位老人家甚至會喺自己買落嘅別墅門口徘徊好耐，遲遲唔敢起步入屋，就係驚一進門又會引發大仔同大新婦嘅無端指責同爭吵。老人家最終往往只能默默將東西放喺門口，帶住落寞嘅背影轉身離開。呢種情景，連外人睇到都覺得心酸。除了家庭內部嘅欺凌，
李永漢夫婦對鄰居嘅騷擾同樣到咗瘋狂嘅地步。鄰居投訴，呢對夫婦經常喺深夜飲酒作樂，醉酒之後就在別墅門口或者公眾地方大吵大鬧，甚至隨手拿住玻璃樽、雜物亂掟。碎片有一次甚至反彈到路過嘅鄰居身上，好彩當時無傷及眼部，但已經令到成個屋苑嘅居民人心惶惶。當有鄰居嘗試上前理論，要求佢哋保持安靜嘅時候，三把刀竟然惡言相向，當眾恐嚇鄰居，揚言要揾人教訓對方。面對呢種持續不斷嘅滋擾同人身威脅，鄰居喺忍無可忍之下唯有報警求助。但呢對夫婦極其狡猾，每次只要見到警車駛到，警察落車，佢哋就會立刻變臉，將所有音量收細，擺出一副無辜嘅樣子，向警方辯稱呢啲只係普通家庭糾紛或者一時控制唔到講嘢大聲咗。由於屋苑公共地方缺乏足夠嘅錄音證據，警方每次到場都只能作出口頭警告，勸喻佢哋注意言行。但只要警察前腳一走，佢哋後腳就會立刻打回原形，甚至因為不滿鄰居報警而進行更加惡劣嘅報復性騷擾。成個屋苑嘅鄰居如今活喺恐懼之中，出入都要鬼鬼祟祟，生怕喺走廊或者門口撞到呢對夫婦而惹禍上身。喺自己屋企原本應該係最安全放鬆嘅地方，而家卻要天天忍受無間斷嘅噪音與精神折磨。有鄰居坦言，自己喺度住咗咁多年，對呢度好有感情，加上搬屋需要耗費龐大嘅金錢同時間成本，根本唔係話搬就搬，依家只能每日默默祈求呢對夫婦能夠早日搬走，或者相關部門能夠介入，還大家一個清靜。追根究底，李永漢夫婦之所以可以咁肆無忌憚，一方面係性格使然。李永漢人到中年依然游手好閒，性格暴躁，而三把刀則貪婪霸道，毫無底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佢哋徹底斬斷咗同家族嘅聯繫。自從李永漢同鼎爺反面之後，失去了父親嘅教導同經濟上嘅直接約束，佢哋變得更加放縱。講到呢度，不得不提及當年轟動一時嘅李家爭產風波。知情人士透露，李永漢雖然同父親關係唔算親密，但過往都維持住表面嘅和平。直到三把刀嫌佩玉進門之後，局勢發生咗180度嘅轉變。有人一介入李家，就盯上咗鼎爺同施明名下嘅財產以及咸碧別墅嘅業權，一心想要據為己有。為了達到分家產嘅目的，三把刀開始策劃一連串嘅離間計。佢一邊喺李永漢面前灌輸你父親將所有資源都俾晒細佬李永豪嘅思想，另一邊甚至教唆李永漢向傳媒放話，公開指責細佬李永豪夫婦對年邁嘅鼎爺實施精神控制，宣稱鼎爺連出街買餸都要經過細佬辛苦嘅批准，甚至交代所有行蹤。李永漢當時仲煞有介事咁對外聲稱，自己曾經接到過父親鼎爺充滿驚慌嘅求救電話，話自己喺細佬屋企失去咗人身自由。呢番言論一出，立刻震驚全港。但事實嘅真相係點樣？鼎爺隨後在多個公開場合斬釘截鐵、極其憤怒咁出面澄清，嚴正否認自己受到任何控制，大罵無感嘅事，唔好含血噴人。老人家更直接指出，係有人在背後設局，惡意偷走咗佢嘅手提電話，將平時普通嘅家庭生活對話進行惡意剪輯，斷章取義，目的就是為了陷害細佬，逼迫老人家交出咸碧別墅嘅業權同300萬港元嘅現金分家產。只可惜李永漢已經完全被三把刀洗腦，寧願相信枕邊人嘅惡毒謊言，都不願意相信親生父親同手足，最終親手撕裂咗成個家庭。三把刀在成功掌控李永漢之後，順理成章咁霸佔咗咸碧別墅。佢唔單止用孫仔作為武器去要挾鼎爺，更在外面到處打住李家鼎大新婦嘅名號招搖撞騙，做盡衰嘢，徹底敗壞咗鼎爺一世累積落嚟嘅良好名聲。其實李永漢作為名門之後，鼎爺嘅長子，本來擁有比平常人更好嘅起跑線。佢喺演藝圈有人脈、有資源，只要肯腳踏實地，承接父親嘅光環努力工作，無論係做幕前定幕後，
都絕對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但佢偏偏選擇咗一條最舒服同時最毀滅性嘅路，懶散度日，怨天尤人。佢唔單止無珍惜自己嘅人生，反而任由3把刀牽住鼻走，做出種種傷害至親、騷擾鄰居嘅荒唐事，最終落得一個眾叛親離、街坊厭惡嘅下場。而嚴佩玉作為人妻、人辛苦，本應扮演賢內助嘅角色，協助丈夫發展事業，維繫家庭和睦，孝順年邁嘅長輩。但佢卻反其道而行，將貪婪、霸道發揮到極致。佢用惡毒嘅手段挑撥離間，用無辜嘅孩子去威脅長輩，用橫蠻嘅態度去欺壓鄰里。佢以為自己掌握咗3把刀就可以無往不利，但實際上佢唔單止害死咗李永漢嘅一生，更徹底毀掉咗自己嘅名譽。如今兩夫婦成為人人喊打嘅過街老鼠，卻依然毫無悔意，我行我素，只會在錯誤嘅泥潭越陷越深。有關傳媒在收到屋苑居民嘅集體投訴之後，一直嘗試通過各種渠道聯絡呢班苦主鄰居，希望可以為佢哋進行深度專訪，收集更多如閉路電視片段、現場錄音等實質證據，以便進行更全面、更具阻嚇力嘅客觀報道，從而協助相關部門介入維權。但遺憾嘅係，無論係前康宏主席黃利文先生，定係咸碧別墅嘅其他受害業主，最終都選擇咗保持沉默，拒絕接受進一步嘅訪問。外界十分理解呢班鄰居嘅顧慮，面對一對性格暴躁、毫無理性，甚至會當眾發出人身威脅嘅惡鄰居，業主們最擔心的莫過於在身份曝光或者報道刊登之後，會遭到對方更加瘋狂、更加毫無底線嘅報復，從而直接影響到家人嘅出入安全同日常生活。呢種迫於無奈嘅沉默，更顯得呢班街坊鄰居嘅委屈與無助。雖然目前未能取得更多第一手嘅鐵證，但從黃利文在社交平台自致一血嘅無奈吐槽，以及咸碧別墅居民集體聯署投訴嘅決心，公眾已經可以清晰感受到呢場鄰里危機嘅嚴重性。希望透過輿論嘅力量，能夠引起李永漢夫婦嘅一絲反省，令佢哋從呢場財迷心竅、橫蠻無理嘅瘋狂舉動中醒覺過來，立刻停止對鄰居嘅騷擾，學識尊重長輩，珍惜家庭。同時，呢件事亦都必須引起物業管理公司以及相關執法部門嘅高度重視。對於豪宅屋苑私自安裝閉路電視、侵犯私隱、霸佔防煙門及逃生通道、堆放垃圾等涉嫌違反消防條例及建築物條例嘅違法行為，管理處必須嚴正執法，加大查處力度，絕對不能姑息養奸。必須切實保障其餘守法業主嘅生命財產安全與居住私隱，還社區一個安全、和諧、安靜嘅居住環境。家庭倫理與鄰里和睦，向來係社會和諧嘅基石。一個人嘅性格同佢所做嘅選擇，往往決定咗佢一生嘅命運。李永漢本來有機會擁有一個光明嘅前途，卻因為自身嘅懶散放縱，加上取錯了3把刀辛苦，在人生嘅十字路口行錯咗最關鍵嘅幾步，最終搞到自己名譽掃地，眾叛親離。嚴佩玉本可安分守己做個幸福少奶奶，卻因為骨子裏嘅貪婪與霸道，將一個原本可以好幸福嘅家庭親手拆散。最令人痛心嘅依然係鼎爺，老人家辛苦大半生，本應在晚年過住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嘅舒適日子，如今卻要被自己嘅親生骨肉背叛、傷害。大辛苦用親孫仔做人質，令到老人家連見自己骨肉一面都變成奢望。呢種痛楚對於一個極其重情義嘅傳統老人家嚟講，簡直係最殘忍嘅酷刑。所謂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種下咩嘢嘅因，就必定會收穫咩嘢嘅果。如果李永漢夫婦繼續執迷不悟，將利字擺在情字前面，將霸道凌駕於法律與道德之上，最終必定會自食惡果，被時代同社會徹底淘汰。希望李永漢能夠早日從3把刀嘅精神控制中清醒過來，看清身邊人嘅醜惡真面目，主動向父親鼎爺低頭認錯，尋求和解，用餘下嘅時間好好孝順阿爸，盡一個做人子弟應有嘅責任，同時好好保護自己嘅個仔，唔好再讓下一代成為家庭爭產嘅犧牲品。
而嚴佩玉亦應該收起佢橫蠻無理嘅做派，學識尊老愛幼、善待鄰里，否則最終只會落得個孤家寡人、作法自斃嘅悲慘結局。關於李永漢夫婦引發嘅呢場家庭倫理海嘯，以及三把刀涉嫌利用孫仔要挾頂爺、滋擾豪宅鄰居嘅後續發展，各方將會持續進行密切追蹤。如果有任何鄰居願意放低顧慮，站出來提供更多關鍵性證據，公眾定會第一時間跟進，將最客觀、最真實嘅真相呈現於大眾眼前。喺度，亦衷心祝願頂爺李家鼎能夠早日擺脫呢場由大仔大辛苦帶來嘅晚年困擾，安享清福，早日可以毫無障礙咁同心愛嘅孫仔享受天倫之樂，感受到家庭真正嘅溫暖與愛。同時，亦希望咸碧別墅同碧華閣嘅一眾無辜鄰居，能夠盡快擺脫呢對惡鄰居嘅滋擾，重新擁有一個安靜、和諧、幸福且安全嘅安居之所。